唔想返工，提早退休係好多朋友嘅夢想，甚至乎好似我以前咁樣，我係好討厭返工，甚至乎覺得咧係浪費咗我人生寶貴嘅時間。我哋幾時有呢啲對工作嘅負面思維呢？可能同一個口號好有關係，就係 work hard, play hard。工作要努力，玩樂更盡情。但係大家有冇留意，我哋形成工作同生活變成一個二元對立。咁當我睇呢本書《工作的本質》嘅時候，佢嘅作者係樊登，樊登係樊登讀書會嘅創始人，佢有22億次嘅收聽，我非常之厲害。佢第一章就同我講，工作同生活唔係對立嘅。當我哋冇咗呢個對立，冇咗呢個拉扯感呢，我哋個人呢就會覺得冇咁疲累啦。咁當然講工作離不開講溝通，咁我點樣提升溝通技巧呢？裏邊亦都有一個提示喎，就係我哋溝通嘅目的究竟係要乜嘢呢？我哋嘅目的係要一拍兩散，定係要皆大歡喜呢？當我哋諗住個目的嘅時候，我哋個溝通自然會更暢順。你要阿仔由打機去讀書，定係我要求老闆加薪俾我呢？佢裏邊都有啲 tips 俾大家。好啦，跟住當我哋想個工作做得更好，想令到成個工作團隊更融洽，溝通得更好、更愉快，或者屋企人少啲嘈交，令到家庭更和睦，領導力係非常之重要。佢裏邊有提咗一個嘅故事，裏邊講嘅就係澳洲嘅一個帆船賽。有一年呢，有115艘船去到參賽，只係得44艘船呢係可以抵達終點。中間有5艘船沉咗，7艘船被遺棄咗，有6個船員喪生，出動嘅拯救人員超過1000。哇！大家係咪想像到非常之惡劣嘅天氣？咁所以冠軍隊伍好值得被研究。佢究竟用咗啲咩領導力嘅元素，令到可以成條船咁齊心協力咁樣咧渡過呢一啲嘅難關呢？咁啊，所以啦，呢本書無論你今日係職場嘅一個新人，想提升溝通能力；你啱啱轉工，想順利過渡你嘅過渡期，咁亦都係或者領導層，我點樣令到成個嘅團隊更融洽？或者你係老闆，你想建立更多嘅客源，或者係令到員工更加積極工作，甚至乎我所有都唔係，我純粹咧係希望家庭更加融洽咧。呢本書咧都好啱大家。嚟緊機會嚟啦，我哋6月7號就有呢個讀書會，到時見大家。